喺一般嘅經濟情況之下，越遲到期嘅債券回報率咧就會越高嘅。債券本身其實都涉及咗風險嘅，但係咧都會有一個信用評級 （credit rating） 提供俾呢個投資者去參考嘅。市場上面咧就有3大評級嘅機構，包括咗標準普爾啦 （S&P）、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 （Moody） 同埋呢個惠譽國際信用評級公司 （Fitch）。債券信用評級咧可以用嚟評估債券咧是否有呢個違約嘅風險。違約風險咧就即係話攞唔到當初約定咗嘅本金同埋利息。咁通常評級越好嘅投資風險咧就會越低嘅，但係利率亦都唔會太高。而違約風險高嘅高收益債券或者叫做垃圾債券啦，咁就屬於高風險，但係咧亦都係高回報嘅投資商品。能夠承擔到高風險嘅投資人士咧，先至適合揀呢類嘅商品嘅。嗱，咁投資嘅等級債券咧就分咗好多種嘅。咁其中咧 A 減或以上就係屬於高評級 ，BBB 加、BBB 減咧就係屬於中評級。非投資等級咧就即係 BB 加或以下嗰啲啦。咁係都屬於高收益債券嚟嘅，咁但係亦都係叫做垃圾債券或者 junk bond 啦。如果嗰個債券嘅等級咧，投資等級咧係 C 字開頭嘅話咧，咁亦都係代表佢係風險極度之高嘅等級。根據翻個統計數據啦，喺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嘅時間，各評級股票未能夠還債嘅比例咧就係咁樣嘅。嗱，最高級別嘅 AAA 咧係0%，係即係冇一隻係呢個評級嘅債券咧係還唔到債嘅。咁跟住落去咧就係 AA 0.02% 啦，A 就0.05% 啦。咁繼續數落去，咁其實就即係話越低評級咧還唔到錢嘅機會咧就會越高啦。嗱，喺呢個數據裡面睇到咧 B 級或以下嘅壞債機率其實都幾高嘅。咁所以咧就唔建議你買啦。你買債券其實都係想賺佢幾個%嘅回報啊嘛。咁但係萬一佢係違約，你係可以全部錢都冇晒嘅。咁所以就唔係好值得啦。債券其實都可以叫做進可攻退可守嘅。進可攻咧就係當個債券價格上升嘅時候，高過你個買入價，你就可以喺呢個交易市場賣出，咁就賺取個差價。同埋賺咗賣出之前收到嘅利息。退可守咧，就係即使佢喺市場價格未如理想啦，唔可以放手去賺錢，你都可以等佢到期拎翻個面值回報同埋期內嘅所有利息。其實你都可以留意下市場嘅利息走勢嘅，因為利息同埋債券價格係成反比嘅，即係話利息上升，債券嘅價格咧就會下跌。利息跌，債券嘅價格就會升。所以如果你係想賺差價嘅話，可以留意住美國聯儲局定期公佈嘅議息結果。如果佢係預期嚟緊會係減息週期，你之前或者而家買入嘅債券嘅價格呢，將來就會升㗎啦。升咗之後，你就可以即刻喺個交易市場放售，就可以賺到錢。嗱，俾多個 tips 你。通常長債比起短債咧，對於利息嘅轉變咧係會比較敏感嘅。如果減息嘅話，長債嘅錢係會升得多啲嘅。不過相反，如果係加息嘅話，就短債嘅價值咧就會跌得少啲啦。